大家好，今日要講嘅係兩種移動攔網步法相對應嘅練習。首先就係合併步攔網嘅練習。首先呢個練習需要一個同伴喺張網嘅對面，咁我哋就會喺張網嘅左邊或者右邊開始。咁喺做好準備動作之後，就可以同同伴數1、2、3，然後一齊做一次原地跳攔網先。然後喺落地之後會即刻向牆中間嘅方向做合併步攔網。咁我哋就會不停重複以上嘅步驟，喺落地之後向同一個方向再做合併步攔網。喺大概做咗4至6下合併步攔網之後，就應該會到咗網嘅盡頭。咁到咗網嘅盡頭之後，就會重複以上所有嘅步驟，向相反方向做返轉頭。目的係要返到一開始嘅地方。咁樣一個來回就為之一組練習。咁呢個練習就有幾個要點要留意返啦。咁首先就係喺練習嘅開始要揾一個身高相若嘅同伴去做呢個練習，確保大家合併步攔網嘅步距都差唔多。務求喺過程中要保持面對面嘅狀態去做合併步攔網。咁由於我哋攔網要伸隻手過網啦，所以喺做呢個練習嘅時候，我哋同同伴隻手會喺空中相遇。咁呢個時候我哋就可以俾少少力喺空中一齊拍手，提高我哋喺空中嘅對抗性同埋自身嘅穩定性。咁都係啦，留意返兩個人都唔可以掂網。咁呢個練習嘅好處就係可以兩個人同時進行，同埋係咁重複做合併步攔網，令到大家可以熟習呢個步法。呢個練習可以幫我哋訓練到下肢嘅肌肉耐力，而且練習到喺空中要收緊個肚腩，熟習喺空中時我哋核心嘅發力模式，提高返我哋嘅穩定性。咁跟住要講嘅就係交叉步攔網嘅訓練。咁呢個練習就需要兩個同伴喺對面網幫手嘅。咁我哋就攞向右邊，亦即係去2號位交叉步攔網嘅做例子啦。咁我哋就要好似片入邊嘅咁，一位同伴模仿二傳手，將個波拋去4號位，然之後另外一位同伴就會接住個波。拋波嗰位同伴每次拋波前都會拍一下個波。咁攔網手喺見到佢拍波嘅信號之後，就要即刻向右邊做交叉步攔網，務求要追到個波，令到個波同自己平排，然之後要喺個波跌到網頂之前跳起，無意去攔截對方嘅擊球點。拋波嘅人可以將個波拋高啲或者矮啲，令到攔網手喺唔同節奏下都可以掌握到正確嘅攔網時機。另外，因為攔網手要同個波平排，所以隻眼要一直留意住個波，清楚個波嘅位置。如果個波拋短咗或者遠咗，攔網手都要識得作出調整，咁先至唔會攔錯位置㗎。咁呢個練習就可以令到攔網手更加熟習交叉步嘅步法，同埋交叉步嘅攔網時機啦。